普法道这时19日举办济公活佛祝寿大典，市长委托李民政局长江玲煌、安南区长叶志明的陪同下出席，甲主委庄永长、商业发展研究院董事长许天才、立委陈廷辉、市员陈义珍带领青顶人共同为济公活佛祝寿。初献礼，再献礼。很高兴，我们许多的，不管是在地的民意代表，或者是许多信众大家都非常踊跃来为济公活佛来祝寿。那等一下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科仪是非常庄严隆重的，也希望借着这个科仪能够为台南市祈福，祈求风调雨顺，百姓都能平安。普法道这时香火鼎盛，也落成好事，时常关注物资帮助弱势，在地方上成效好评。曾经14处荣获内政部表扬为绩优宗教团体。这次济公活佛拜寿大典，市方也安排了各种民俗文化表演，还有小小济公灯，活动是趣味又够有意义。庆祝咱普法道这时这种禅师佛诞万寿吼，咱今日的活动非常的精彩吼，有咱一寡民俗活动甲文化的这个表演。那么本市一向是徛在利益中心祭祀义诊的这个前进的公园来伫祭祀义诊祈愿到咱这十方大德这十方先神会当呢继续保持着本市，互咱为着咱呢以后呢祭祀标杆的这个目标来伫前进。今天整个活动的主题也由环保爱地球来贯穿包括我们中午的平安夜、马甲蔬食，然后一直教育这个小朋友，也都从小教育他们这个每年净滩的活动，还有这个公益的活动，去帮助弱势这个是咱济公活佛的精神。然后透过我们的一而再、再而三的举办这些公益活动呢，来宣扬佛法，那宣扬这个济公爱世的精神。普法道这时延续精神美助学经圆梦计划。这次也捐赠20万助学金予海东国小，协助家境清寒弱势学童会当安心就学。为感谢普法道这些善心付出，黄伟铁也回敬感谢状，表达感恩。但是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